刘光才，奴才在。你来告知议政会议，宋扣扣是不是天地会的人？宋扣扣又是否知道他哥哥是天地会的堂主？这……刘光才打算怎么讲呢？太后娘娘吩咐，要除掉隐患，叫奴才做假证，说假话。不，哀家要你说真话，一句不差的真话。你所说的证词，关乎到皇帝和他最爱的女人，你岂能说假话呢？太后娘娘不是吩咐奴才。各位议政、王爷大人们，奴才以性命和对大清的忠诚起誓，下面说的每个字都是真实可信的。德妃娘娘，她的侍女宋扣扣，对她的哥哥是天地会一事毫不知情。德妃娘娘与天地会更是毫无干系。各位王爷大人们，奴才明白太后娘娘为何要说万岁爷已是一代明君。万岁爷亲掌两皇旗印，且坚信德妃娘娘和她的侍女扣扣在没有罪的情形下，为了不让大清内乱，万岁爷愿意交出旗印和退位，来平息此次的风波，化解这无法解决的难题。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度啊！好了，事情现在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。臣恳请皇上收回旗印，今后永远不要再提退位之事。皇上，臣复议。臣复议。臣复议。8位议政大臣中，有4位不同意皇帝交印退位，但另外4位，包括首席议政，并没有说话。或许他们是不相信刘光才的证词，或者是另有想法。太后娘娘，臣等不是不相信刘公公的证词，而是觉得有些弯转得太大了，有些事情还没有弄明白。不错，有些事确实没说明白。索大人和简亲王，哀家要郑重地问你们：你们是如何审案的？你们要如实禀报皇帝和哀家，也得如实禀报议政会议。索大人，太后娘娘等着你回话呢。哦，臣回太后娘娘的话。扣扣是天地会的人，是简亲王故意刺激扣扣说出来的。正如德妃娘娘所说，扣扣很单纯。简亲王不断的辱骂扣扣刚死去的哥哥，扣扣便上当了。索大人要的原因，请太后娘娘明示议政会议。
哀家抛出这么大个悬念，那就必须对皇帝，还有议政会议都说明白。哀家的转变涉及一个秘密，这是哀家和德妃之间的秘密，皇帝都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看来太后早有安排。太后娘娘，臣妾恳请皇额娘不要在此说此事，臣妾怕皇上一时难以接受啊。这件事必须要在这里说，必须要对皇帝和议政会议说出你做的牺牲。皇帝是哀家的儿子，哀家知道他的胸怀和气量可以承受得住。德妃，你起来吧。是。皇宁，德妃难道有过朕的孩子？皇帝，你要理解德妃，她爱你至深，因为她的深明大义，才做出了身为女人最大的牺牲。呀，太后娘娘把这件事说出来了。怎么，这事儿你知道？皇帝，董小宛进宫之后，哀家和议政会议最害怕的就是德妃会怀上龙种。为了防止这件事情发生，哀家让金太医给皇帝和德妃都用了避孕的药品。哀家这样做都是为了大清江山。可是德妃竟然意外怀孕，而这个孩子还是个阿哥。后宫的女人怀上龙种，对她意味着什么？想必诸位大人都十分清楚。而最让哀家震动感动的，是德妃自己偷偷地打掉了孩子，却不想让哀家知道这件事。她从来没想过用如此大的牺牲同哀家交换好处。哀家想了很久，终于明白德妃对皇帝的爱是何等的深厚，是何等的无私。因此哀家决定交出启印给皇帝，因为这个女人她不会祸害朝廷，她值得皇帝这样深爱着她。哀家常说，大清开国要有气度。如果没任何胸怀气度，我们不可能成为统治超过我们几十倍人口的中原大地。哀家将旗印交给皇帝的时候，最担心的便是，皇帝从手握重兵之时，就会动用武力保护德妃，会动用武力对付议政会议，会不知不觉成为一个不听进谏、任性妄为的暴君。这想必也是在座诸位臣工心中最担心的事。
但皇帝的表现，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以大清江山为重的好皇帝。这应是朝廷之福，大清之福。皇帝对满汉一家的规划，对陈近南之辈的自信，还有为保护自己所爱的女人，交出两黄旗印之举动，需要何等的胸怀？那是远超过我们在座，包括哀家在内的每一个人。这样的明君皇帝，我们有何理由让他退位呢？太后娘娘的话，句句说到臣的心坎上。臣非常赞同太后娘娘对皇上以及德妃的评价。臣鳌拜，谨遵太后娘娘的圣训。臣等也谨遵太后娘娘的圣训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哀家要讲的事，讲的话都已经讲了。这里不是女人该来的地方。哀家希望，这是哀家最后一次前朝听政。刘光彩，奴才在。你不必再跟着哀家。皇帝身边需要你这样的忠臣能臣。往后你跟在皇帝左右。奴才领旨。德妃，你服皇额娘。是。恭送太后娘娘。娘娘今日心情颇好，脸上一直带着笑呢。那是因为这皇宫里有让人开心的事儿啊。这董小宛目前呀，正在太和殿受审呢。据说，她是天地会的人，和天地会有干系，她的侍女都已经承认了。我倒是想知道这一次，她是如何逃过这一劫的。她和天地会有瓜葛？那皇上肯定会废了他，没准啊还会杀头呢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出怪事了！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慌慌张张的。这件事情太古怪了。方才我看到皇额娘的轿子经过我的宫门口，你知道谁的轿子紧紧地跟在后面吗？董小宛的轿子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是亲眼所见还是道听途说？我亲眼所见的。我的宫女来禀报我就躲到宫门口偷看，千真万确。董小宛的轿子紧紧地跟在皇额娘的后面，他们一起去了慈宁宫。姐姐，这是天大的恩宠啊！
太和殿里一定是出大事了。能跟在皇额娘的轿子后面出现在宫中，那是多大的恩宠荣耀啊！本宫也才只有受过一次这样的恩宠荣耀。皇额娘，臣妾没有想到皇额娘竟如此呵护臣妾，臣妾真是感激万分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坐吧。谢皇额娘。德妃，额娘对你已不仅用呵护能形容得了了，额娘是真心接纳你了。额娘将你当成皇帝最爱的女人对待。皇额娘竟然会如此恩宠臣妾，真像做梦一样，臣妾压根儿不敢相信。你以为额娘上次对你讲的那些话都是在骗你？额娘不是跟你说过，表面上对你还像从前一样，是为了让后宫的嫔妃们都不起疑心，好让额娘能查出三阿哥一案的真凶。可是皇额娘下令让婉儿作案构陷我的人便是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太和殿今天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。如今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皇额娘绝对不是突然之间转变对董小宛的看法，其中缘由一定要弄清楚。德妃，有件事额娘该告诉你。其实弄出三阿哥毒案的人是额娘，是额娘让婉儿在诗本上动了手脚。额娘的话吓坏你了吧？你连做梦都没想到，这是额娘做的吧？臣妾感谢皇额娘告诉小婉真相。额娘是要跟你交心，我们都要说真话。你爱说真话，也敢说真话，额娘最喜欢你这一点。小婉明白，皇额娘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皇上好，都是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。好，你能这样想，真是太好了。妹妹，你说这皇额娘怎么突然就承认了董小宛？她一定是瞒着皇上，偷偷的把孩子给做掉了。三阿哥是额娘的掌中宝，额娘一定不会让他有丝毫危险。诗本上的毒其实并非是毒，那是什么？是一种安神用的中药水。此药无色无味，安神效果奇佳，虽是中毒昏睡，却不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任何伤害。所以呢，那些药并没有伤到三阿哥。当然，额娘此举绝非是要将你推入万劫不复之地。额娘最大的意图，是希望利用这个毒案，来逼皇帝废掉你的妃位，让皇帝可以顺利得到两皇齐印。德妃，额娘的确对你有过构陷之举，但绝非要你的命。这件事，额娘对你已经说明。额娘为你受到那么多的折磨，道个歉。皇额娘，皇额娘千万不要这么说。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英格尔、Coco，朕跟德妃啊，早就想看着你们两个人成家了，还想看到你们两个人生育更多满汉合一的孩子。你们觉得呢？
皇上，这个臣想都不用想，自然是越快越好啊！哈。当然，这也要看扣扣的意思。扣扣，你愿意嫁给英格尔吗？你愿意同这个从来都说不准你们汉族成语的满族男人过日子吗？皇上，扣扣愿意跟英格尔成家过日子，只是哥哥的事，我想再静一些日子。对，皇上，让扣扣再静些日子吧，过些时日再说。哎，您可千万不能下旨催婚啊！门儿还没进呢，就开始护着了。虽然额娘接纳你了，但你在后宫还得处处小心。有些个嫔妃一定很恨你，只要他们寻得机会，便会加害于你，明白吗？臣妾明白。皇额娘，臣妾有个想法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有什么想法，尽可对额娘说。臣妾虽然刚进后宫不久，但臣妾已经深深感到，后宫姐妹们勾心斗角，互相暗算，这种气氛实在令人压抑，也让皇额娘感到不快和操心。所以臣妾想多做一些努力，改善一下后宫的氛围，让后宫姐妹们和睦相处，让皇额娘和皇上称心如意。德妃，你真是天性善良，因此你的愿望也必定是善良的。但你的愿望能实现几分，额娘真有所怀疑。皇额娘，从前因为臣妾汉女的身份，臣妾受到了众姐妹的排挤和打击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臣妾有皇额娘为臣妾做主了。后宫姐妹们对臣妾的看法和态度，也一定会因此有所改变。所以臣妾想，只要臣妾多做一些努力，多和后宫众姐妹们交心，多走动走动，这后宫的嫔妃一定会和睦相处，后宫的氛围也一定会有所改变。好，你说的都很有道理，就照你的想法去做吧。你能歌善舞，在这方面和后宫的姐妹多交流交流。皇额娘圣命。皇上，小婉如今才看出皇额娘有多么深远的谋略和智慧。皇额娘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。是，皇额娘的确了不起，因此大清才能有今日，朕才能有今日。自从朕亲政以来，压力一直很大，朕生怕出现什么疏漏，让皇额娘对朕不满意，对朕失望。今日在太和殿上，皇额娘认可了朕，朕真的很高兴。你要知道，皇额娘对朕的要求一向是轻于严苛，她绝对不会虚饰夸奖朕的。看来，这次皇额娘真的是对朕放心了。朕离乾坑独断的日子不会太远了。皇上说到这，其实小婉想问皇上一句：今日在太和殿上，皇上说要交出两黄旗印，皇上是真心的，还是对付皇额娘和议政会议的一种谋略呢？朕当然是真心的。皇额娘如果真的和议政会议的意见一致，并且要以莫须有的罪名废掉你的妃位，朕就会立刻带着你离开皇宫。朕回答皇额娘是铁了心的。朕也不是置大清江山于不顾，因为朕知道，大清江山有皇额娘在，是一定不会有事的。
但是朕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皇额娘因为你的原因，早在这件事情上有了决断。小婉，你为朕牺牲的太多了。朕一想起那孩子，朕这心里面就……皇上，不要太伤心难过了。这件事是小婉不好，是小婉对不住皇上。小婉，朕现在答应你，你为朕所受的罪，还有你为朕所做过的一切，朕以后一定会加倍的补偿你。我们还会再有孩子的，一定要相信朕，好吗？小婉相信皇上。王爷，您发这么大火，定是朝中出了什么大事吧？我告诉你，那月，今日在太和殿的事儿气死本王了。太后娘娘竟然站在了董小宛那一边，这简直就是荒唐！王爷，您不是说这个董小宛没几日好活了吗？您何必跟一个快要死的女人生气动怒呢？本王不是跟董小宛动怒生气，本王是为皇太后竟然跑到秦汉的路上动怒生气，还有我们议政会议竟然软弱无能，本王是在跟他们动怒生气。今天皇上都要将两皇旗印交出，带着这个汉女董小宛出宫，他这是走投无路了。这个软弱秦汉的顺治帝，他一旦退位，那是我大清的鸿福。可惜一手遮天的皇太后竟然袒护儿子，把所有的事情全都给搅乱了。王爷，太后想要一手遮天，咱可不能做到。当然不能坐以待毙。就算董小宛死了，本王与皇上跟皇太后的冲突也不会结束。本王如今可以肯定，这太后娘娘跟皇上一定会择机收拾本王。如今我跟他们，不是鱼死，便是网脱。有这么严重？难道皇上和太后娘娘查到了什么对王爷不利的证据？他们有没有查到什么，本王还尚且不得而知，但本王可以肯定，他们一定会查，一定再查。还是皇上了解皇额娘啊！皇上说，在关键时刻，皇额娘会站在你这边。小婉当时听了，还压根儿不信，甚至有一段时日，小婉还把皇额娘想成了极为可怕之人。朕确实深知皇额娘的想法，因此才会对皇额娘抱有信心。不过皇额娘弄出惊天悬案，让朕的小婉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。小婉是吃了些苦，受了些罪，可是皇额娘接纳认可了小婉，所以小婉吃的苦，受的罪，也都是值得的。皇上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皇额娘对小婉说，皇上和小婉的爱情，将大清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小婉听了之后，心里真是甚为激动呢。这还不都是你的功劳？若不是你仁爱牺牲、善良孝顺，皇额娘她是不会接纳你的，她也不会承认咱们俩的恋情。这些都得感谢你啊，小婉。现在好了，皇额娘接纳你了，朕真的是倍感欣慰啊。其实，小婉都看得出，皇额娘不仅接受了小婉，皇额娘对小婉甚至有些喜爱呢。今天小婉对皇额娘说，小婉想着力改善后宫姐妹之间的氛围，皇额娘也都同意了呢。哎，这事儿朕得提醒你一句啊，你想改变后宫的氛围，这可不是件易事。你要改变朕身边的那些女人，此事怕是万难。小婉知道这不是易事，
可小婉总要为皇上做点事啊。小婉想为皇上还有皇额娘分忧。王爷，属下不明白，刘公公打进天地会，王爷怎么会有麻烦？对于行刺洪承畴之事，刘光才定会在天地会得知。不是天地会的人所为，那皇上跟太后娘娘一定会去暗查所谓的真凶。朝廷大臣谁会有如此大的胆魄？那么查来查去，肯定会查到本王头上。那王爷打算如何做？首先，暗杀鳌拜。鳌拜已背叛议政会议，且手中握有极大的权力。若有朝一日本王为了大清，被迫与太后和皇上翻脸摊牌，那鳌拜就是最可怕的敌手。皇上，皇额娘今天已经下了懿旨，从今往后，归籍入齐的汉人女子也可以入宫选秀。而且皇额娘还对议政会议有所训示，让议政会议的大臣们和汉人友好相处，共同治理天下。皇额娘有如此的思想谋略，小婉真是感到甚为钦佩。知道皇额娘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吗？这里面啊还有个很大的秘密，朕告诉你之后，你不可以对别人讲，知道吗？如果涉及朝廷机密，那皇上还是不要告诉小婉了。你是朕最心爱的女人，也是朕最相信的人，朕当然可以告诉你。其实皇额娘已经从刘光才那里得知，行刺洪承畴的并非是天地会的人。皇额娘已经命令鳌拜和刘光才在暗查真凶，诱使天地会进宫行刺的时候，皇额娘便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朕。所以，目前朕与皇额娘都认为，这件事情真正的幕后主使，极有可能就是简亲王嫉妒。议政会议的大臣居然敢做这种事！今天哀家要着重说德妃的事，为了方便哀家说话，贤妃，你同德妃换个位置。皇额娘的意思是，让德妃和贤妃换个位。明大义，但哀家的心意已定，你不需要再说。德妃，皇额娘既已发话，你若还是一再推脱，那便是抗旨不遵了。是啊，董姐姐，你就不要再推脱了，赶紧换过来吧。起来吧。是。坐吧。谢皇额娘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洪师傅，当初要不是你极力劝阻，真为了小婉，还不知道会闹出多少事来。当初老臣曾劝过皇上，不用护着德妃娘娘。依娘娘的聪明才智，这后宫的困局，她会自己一一化解的。如今德妃娘娘不仅是将困局一一扭转，更加赢得了太后的垂青，这已经是完全超出了老臣的预料。足见德妃娘娘是冰雪聪明，贤良淑德，老臣拜服了。是，过了太后这道坎儿，我们启中兴之宏图，当太平之昌利便指日可待了。不错，太后娘娘能够接受德妃娘娘，实际上是让全天下的人知道，无论将来皇上推行何种政策，太后也都会义无反顾地站在皇上这边支持皇上。
原来那些态度左右摇摆的文武大臣，通过此事，也都会转而支持皇上，这样对皇上以后推行新政大有好处。洪师傅，你果然看得高远，不愧朕得叫你一声师傅。哎，惭愧呀，老臣惭愧。老臣觉得，皇上是当今真命天子，堪称千古一帝。德妃的事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哀家想告诉你们，德妃为人敦厚善良，入宫以来谨小慎微，处处为后宫安定考虑，是我大清之福。哀家之前对德妃多有疑虑，现在看是哀家多心了。哀家希望从此以后，后宫嫔妃可以当德妃是一家人，当亲姐妹相处。皇额娘所言甚是，那本宫要向德妃妹妹道喜了。本宫与众姐妹一定会谨遵皇额娘的圣谕，与德妃以姐妹之情相处。臣妾谢过皇后娘娘。德妃妹妹终于得到皇额娘的承认和喜爱，本宫欣慰之情自是不用多说。咱们本来就是姐妹，今后就更进一步了。妹妹多谢童姐姐。太好了，皇额娘这么说，那妹妹以后便可以当着大家的面管你叫董姐姐了。不可，兰贵妃身份贵重，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叫我董姐姐呢？姐姐不必见外，姐姐本来就长我3岁，理论上来说，我也应该管你叫做姐姐。再说了，大家也都知道，你我早已姐妹相称。以前是皇额娘没有发话，所以妹妹呢也不敢当众叫你姐姐。现在皇额娘都已经这么说了，那妹妹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既然如此，姐姐谢谢妹妹的一片真情。姐姐又见外了，不必客气。我是早就看出来德妃妹妹品性温良，如今又得到皇额娘的赏识，姐姐呀，真是打心眼里为你高兴。以后咱们姐妹要多走动才是啊。谢过淑妃姐姐，以后也少不了打扰姐姐。今儿的天气可真奇怪啊，也不知道刮的是什么风，把那些草竟然都刮到墙头上去了。皇额娘圣训，臣妾谨记在心。好，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王爷，刺杀鳌拜的演练，可还有疏漏之处？鳌拜平时随身带的是12个亲兵，我们这边参加行动的只有7个亲兵，所以一定要一击致命，至少要杀掉鳌拜5个亲兵，我们才会在人数上不吃亏呀。王爷放心，我们的7名亲兵配备了7支毒箭，7支毒箭射出，至少射杀4名亲兵。这样一来，就算在人数上他们比我多出1、2个，但一来我们是突袭，敌明我暗；二来我们的人武功精湛，刀上又沁了毒，所以我们占绝对优势。此次行动十拿9稳。你忘了算上鳌拜了吧？鳌拜可是号称满洲第1勇士，力大无穷，以一敌10。此人不可小觑啊！还请王爷示下。所谓无坚不摧，唯快不破。要想拿下鳌拜，关键就在一个快字。一定要速战速决，我们才有10拿9稳的把握，懂吗？属下谨记。去吧。属下告退。难得今日这么高兴，哀家特地把平日私藏的上好布料拿出来，大家都可以挑一块。正好制衣局的人也在，你们都挑好了，吩咐他们做。
臣妾谢皇额娘赏赐。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德妃，今日你是主角，你先挑吧。臣妾多谢皇额娘。娘娘，这是南京的云锦，四川的蜀锦，苏州的宋氏锦，还有木锦布。皇额娘，臣妾就选这匹吧。这里有名扬天下的四川蜀锦、南京云锦，为何你都不选，偏偏选这朴素的木锦布？启禀皇额娘，臣妾深知皇额娘宠爱臣妾，只是这一来，臣妾追随皇上，并非贪图富贵，所以再好的绫罗绸缎，对臣妾来说只不过是普通的衣物罢了。二来，有皇后娘娘和众位姐妹在，臣妾又岂敢僭越，把好的留给自己。所以，皇额娘的心意，臣妾心领了，臣妾万分感动。若有冲撞之处，请皇额娘见谅。如果后宫中人人都如你这般进退有度，那我大清将昌盛繁荣，长治久安。拿旗。奴婢在。德妃既已选好了布料，你们制衣局一定要尽心尽力把这件事做好，不得怠慢。是，奴婢定会尽快帮德妃娘娘量体裁衣。皇额娘，近日后宫诸事烦扰，难免有些沉闷。臣妾久闻德妃妹妹能歌善舞，不如今日趁皇额娘也在这里，我们请德妃妹妹为大家跳支舞，如何啊？如今正是草长莺飞的好时节，我们后宫也都好久没这么热闹了。经皇贵妃这么一提，哀家倒真的好想看看你跳舞的样子。皇额娘，说起这跳舞，臣妾倒是记起来了。这里除了德妃妹妹，皇贵妃的舞跳得也是不错的。皇贵妃何不趁着这个机会跳支舞给皇额娘看看呢？我们呢，也沾点皇额娘的光啊。皇贵妃的意思呢？皇额娘，臣妾以前确实喜欢满蒙舞蹈，就连皇上也说最爱看臣妾跳舞了。只不过后来皇上忙于朝政，臣妾便无心再跳了，久而久之就荒废了功夫。臣妾实在不敢在皇额娘面前献丑。谁不知皇贵妃的满蒙舞蹈技压群芳啊！今日正好姐妹们都在，正是你一展舞姿的好机会。你若是不跳，岂不是辜负了皇额娘这么好的兴致啊？静妃要是不这么说，本宫倒还忘记了呢。皇上最爱看本宫跳舞的时候，还是静妃当皇后的时候。哎，不说也罢了，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了。既然你们对舞蹈都这么精通，不如我们趁这个大好的天气，办个比舞大会。一来可以活动活动身子，二来也可以活跃一下宫中的气氛，如何呢？皇额娘这个主意好啊，臣妾第一个赞成。比舞大会，这个好啊！前几日董姐姐刚刚和我学会了一段蒙古舞，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。哦，可有此事？回禀皇额娘，确有此事。不过臣妾只是学了一些皮毛，上不得台面的。哎，谁说的呀？董姐姐虽然只学了一点儿，可是她在这方面极有天赋。臣妾只教了她一会儿，她便全学会了，而且跳得比臣妾还好呢。德妃，蒙古舞与汉人舞蹈有何不同？回皇额娘的话，臣妾认为
这蒙古舞蹈多热烈奔放，充满刚性之美，可比作高山；而汉人舞蹈则多曼妙轻盈，充满柔性之美，可比作流水。两种舞蹈各有所长。臣妾还认为，一定有一种方法可以把这两种舞蹈的长处相结合，既能让人欣赏到柔美，又能感受到奔放，使人真正体味到高山流水、清平昌乐之感。说得好，舞蹈与治天下都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这也是我大清推行满汉一家的初衷。臣妾愚钝，臣妾倒没想过这些，还是皇额娘想得高远。既然大家都不反对呢，我们就这么定了。过几日还在这里举办一场比武大会。皇额娘，那过几日我们以哪种舞蹈为比试题目，还请皇额娘明示。汉舞只有德妃一人会跳，自然不能拿来比。既然德妃学过蒙古舞，那就委屈一下，我们就以蒙古舞为题。你们都好好准备一下，不可以让额娘失望啊！臣妾谨遵皇额娘懿旨。这下好了，皇额娘肯接受妹妹，这后宫中自此便不会再有人敢欺负你了，以后不必再看他人脸色行事了。皇额娘的恩宠，小婉自是谨记在心。咱们姐妹的情谊，小婉也断不敢忘。哎，对了，两位姐姐，难得皇额娘兴致这么高，要举办比武大会，不如今儿个我们一起练一练，省得明天被人抢了风头去。这比武大会图的就是个热闹，抢不抢风头的，我倒没想过。果真妹妹说的没错，就算只是为了让皇额娘高兴，也应该准备一番才是。那好吧，既然童姐姐、果真妹妹都这么说，咱们就一起好好商量，看看跳个什么。对了，童姐姐，听说你的舞蹈也跳得特别好，不如今儿个就由你来教我们呀。我？妹妹又在说笑，我都已经许久没有跳过了。再说，皇额娘也没说让我跳，还是免了吧。原来童姐姐也会跳舞，那小婉今天定是要学了，姐姐可不要推辞啊。就是啊，童姐姐，你快教吧。本来我学的就少，你快教我们吧。是啊，好，既然两位妹妹都这么说了，我若再推脱，太不识抬举了。那姐姐就献丑了。那一天在太和殿的时候，太后娘娘她突然转向，阿玛看你脸色阴沉，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怕你做出些过激的事情来。阿玛您过虑了，太后娘娘那么做自有其依据和道理。再说儿子身为朝廷重臣，即便我有什么不满，我也不会背着议政会议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其实不光你呀，连索大人和另外2位大人，包括阿玛自己，也有些想不通。董小宛打掉了自己的孩子，而皇上也没有用武力保护董小宛之意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议政会议服从太后娘娘，是为了朝廷大局而做出的必要妥协。阿玛，那我们就任由皇上在这个亲汉的路上一直这样走下去吗？我们就任由皇上把我们大清的江山就这样败了吗？哎呀，嫉妒啊嫉妒！那你也太小看我们当今的皇上了。我们议政会议跟皇上这一路斗过来，阿玛明显感到，皇上啊是越来越厉害，也越来越沉稳了。我们大清江山绝不会毁在当今皇上手里面的。阿玛，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皇上真的解散了我们议政会议，我们也都还是王公贵胄，我们只需要保住我们一家3王。皇贵妃这个无比显赫的地位，
我们家就可以永享荣华富贵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？娘娘放心，奴婢已经按娘娘的吩咐做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效果。你总是说很快很快，可时间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他怎么还是整日活蹦乱跳的呀？回娘娘，可能是因为和皇额娘眼中的红人，多少双眼睛盯着他，的确不能操之过急了。这个娘娘大可放心，奴婢一定会慎之又慎，保证此事不留首尾，永无后患。好，你尽管放心。等事成之后，你便可以嫁给简亲王做侧福晋。到时候，本宫还会送你一份大礼。奴婢多谢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皇上，等本王拿下鳌拜，下一个目标就是你。明天你去参加比武？是啊，是皇额娘安排的。这非年非节的，皇娘为什么要举办这比武大会呢？那照皇上的意思，就非得过年过节的才能热闹一番呢？朕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婉知道皇上不是这个意思，想来啊，是皇额娘岁数大了，所以喜欢热闹。那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就要顺着皇额娘啊。再说，皇上在前朝操劳朝廷大事，倘若我们后宫的姐妹能像今天这般祥和融洽，对皇上不也是大大有益吗？说来说去啊，还是小婉最心疼朕。既然皇上已经知道姐姐明天要参加比武大会了，那明天皇上是不是应该到现场助威，心疼一下姐姐啊？扣扣，你又胡说。哎，既然扣扣这么说了，朕如果不去，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。好，那明日朕便去现场，看看朕爱妃的舞姿。可是，皇上……放心吧，这几日啊，朝中并无大事，朕还是有时间的。哦，扣扣还以为皇上是专门去看姐姐的，原来正好赶上这几天无事啊。哎，扣扣，你这个扣扣休得放肆，看来是让我呀宠得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是啊，怎么回事？无法无天了。皇上，小婉，难得有扣扣这种性情中人，敢在宫中对朕呼来喝去的。这宫中规矩大，但朕喜欢这样的性格。朕不怪你，朕怪英格尔。啊？怪我？怪我？欺负你就欺负你。小婉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只是感觉头有点晕晕的，这几天总是这样，可是又说不上来哪儿不好。让金太医过来给你看看吧。不用了，皇上，一点小毛病。想必是因为这几日陪后宫姐妹们走得多了，再加上和果真妹妹还有童姐姐这几日都在学习蒙古舞蹈，
兴许是有些劳累，所以才会这样。郑恺，你觉得不舒服，明日就不要去了。那怎么能行啊，皇上？这次比武大会啊，是皇额娘安排的，小婉怎么能违背皇额娘的意思呢？再说了，后宫众位姐妹都看着，如果小婉不去的话，岂不落下画饼？也罢，不过明日你要量力而行，不可硬撑，否则朕会不高兴的。皇上放心，小婉知道该怎么做。怎么样？依娘娘的脉象看，目前还无法断定是不是怀上了，还得再过些日子方可确定。冯太医，本宫现在的状况，若是跳舞的话，会不会动到胎气？那倒应该不会，因为脉象都还把不出来，还谈不上动了胎气。不过，娘娘最好还是小心些好，尽量避免剧烈运动。这可不行。明日的慈宁宫比武大会，太后可是亲自指派本宫参加。本宫可不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，让那个董小宛抢了风头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，卑职告退。那齐，本宫答应你，只要此事办妥，你便可以嫁给简亲王做侧福晋。到时候，本宫还要送你一份大礼。奴婢那齐给德妃娘娘请安，快免礼吧。谢娘娘。奴婢前来给德妃娘娘量体裁衣，顺便又带来了2套新的贴身衣服，也不知道娘娘喜不喜欢。自从我进宫之后，我的衣服便都是你们制衣局做的，起初还有些不太习惯，但穿久了却觉得很舒适，我很喜欢。娘娘过奖了。我们制衣局负责后宫各位娘娘主子的穿度，自然要用心才是。娘娘能喜欢，也是我们这些做奴婢的福分。这么晚了，你们还不能休息，还麻烦你们过来帮我量体裁衣，辛苦了。这些都是我们做奴婢的本分。再说，又有太后的口谕，奴婢们岂敢怠慢？听这话，好像不太情愿似的。扣扣。不得无礼。扣扣姑娘误会了，那齐不是这个意思。那齐女官，我的侍女扣扣，她这个人总是口无遮拦，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。奴婢不敢，奴婢这就为娘娘量体。好啊。王的，敖大人请说。郑兰琪有一个副标统。他的官位不是靠自己考取的，而是花大价钱买来的。哦，你可有证据？证据确凿。买卖官位可是重罪。郑南齐又归简亲王统管，不知这件事情，他是否知情？臣尚不清楚。
因此请皇上示下，是否将此人缉拿审问。皇上，简亲王早已富甲天下，庄园家奴良田无数，他不会冒这么大风险买卖官位吧？按常理说，他当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。但人心无常，他在确保安全无虞的情况下，谁会嫌钱多烫手呢？敖大人，你调查此事，可曾惊动简亲王？臣是暗中调查，简亲王并不知情。先别抓他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朕准你继续暗查此事，看看正蓝旗里面到底还有没有买卖官位之事。最要紧的是，要查清楚简亲王他是否知情。这简亲王是议政大臣，没有如山的铁证，朕是不可以轻易动他的。臣遵旨。怎么样，人都齐了吗？回太后娘娘，只有德妃娘娘还没有到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这孩子不会睡过头了吧？这个德妃也太不像话了吧！这么大的事她都敢迟到。昨天皇额娘刚给了她点好，今天架子就摆上了，没规矩。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。臣妾给皇额娘请安。儿子给皇额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娘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额娘并不知道皇帝今天来看这个比武，有失远迎。皇额娘，儿子也是昨晚才知道今天有个比武，所以过来凑个热闹。啊，刚才跟德妃多说了会儿话，所以来晚了。还望皇额娘不会怪罪我们。当然不会了。臣妾来晚了，望皇额娘恕罪。有皇帝帮你说情，额娘怎么会怪你呢？你赶快去准备吧。是，谢皇额娘。兄弟们，今日鳌拜将去丰台大营巡查，沿途多是荒山野岭，正是下手的绝好时机。所谓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此次就全看你们的了。将军放心，出发。
贵妃，走开！本宫自己能起来。要真的不行啊，就别硬撑了，下来吧。小心点。下一个是谁呢？是我，皇额娘。哎，好，真好看。下一个呢？皇额娘是臣妾。好。
皇额娘，德妃这个蒙古舞跳得不错吧？岂止不错呀，简直是出乎额娘的意料。果真说她只学了一点儿，便已领略了蒙古歌舞的奥妙神韵，实在难得，难得呀！敖大人小心，他们刀上有毒！就凭你们几个小毛贼，也敢刺杀本将军？来呀！好！敖大人快走，我们掩护大人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本将军绝不走。什么声音？大人，好像有打斗的声音。走，看看去。快！快撤！撤！抓活的！好，好，好。小婉，小婉，小婉，你醒醒啊！德妃是怎么了？刘光才传金戴衣到周翠宫，